喺我哋嘅生活中，每一個數字代號裏面嘅信息，都潛藏住各種嘅含義、使命同重任。因為由我哋即將出世嗰一刻開始，就與數字脫離唔到關係。喺嬰兒即將臨盆，醫生都會從各組記錄數字代號嘅信息裏邊，代表住嘅含義，作為分析呢個嬰兒成長嘅健康狀況。得到結論之後，就會選擇最適合接生嘅方案，為呢個嬰兒進行接生。而喺嬰兒出世嗰一刻，醫生就會運用數字作為記錄當時年月日時秒嘅出生代號。日後呢個嬰兒成長嘅年齡就會以呢組出生數字嘅代號作為計算年齡嘅指標，然後再記錄佢嘅重量、體溫、血壓等等嘅信息，以作為分析嬰兒健康質量嘅指標。以上各種報告記錄嘅信息都係運用數字嘅代號，以作為記錄各種信息嘅含義同分別事物嘅代表。例如分別年齡、分別大細、好壞、健康嘅指標、體重等等，一切嘅一切。所以喺我哋嘅生活中，每一個數字嘅代號信息裏面都潛藏住各種嘅含義、使命同重任。因為潛藏於數字代號裏邊嘅各種代表同信息嘅含義，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作為計算、預測、推理同分別事物好壞、大細及多少嘅根源。尤其依據命理學歷史記載，喺我哋出生年月日呢一組命盤數字代號裏面嘅含義，更潛藏住個人生命旅途嘅關鍵信息。因為喺呢一組命盤數字代號嘅信息裏面，正潛藏住人嘅個性同五行嘅含義，而人與五行係組成人生中萬事與萬物嘅核心。同時，人嘅個性同五行含義嘅組合，正係駕馭命運、創造人生嘅泉源。所以，只要透過呢一組命盤數字代號裏面嘅信息，代表住人嘅正負面個性同五行嘅含義，然後配合上一套蘊含住以命運人生擁有相同規則嘅原理，作為理據嘅計算同分析，就可以計算同預測出呢個人命運嘅走向同喺人生嘅路徑中面對嘅點點滴滴。因為潛藏於五行中嘅規則係創造和諧人生嘅核心規則，同時五行對應喺我哋生活常態中嘅五件事，更係帶領人生嚮往幸福快樂嘅指標。所以透過呢組命盤數字代號裏面潛藏住五行嘅含義同相生相克規則嘅啟示，就可以幫助此人往符合有利嘅方向前進，輕鬆咁處理同解決喺人生中所面對嘅各種難題，而突破人生，令生活過得自在快樂同充滿力量。我哋運用潛藏於數字裏面代表住各種信息含義嘅代號，以行為學同信念學嘅知識作為理據嚟預測同分析，到底喺19世紀同20世紀相對嘅年代中，喺佢哋生活嘅常態同市場趨勢嘅對比，會有啲乜嘢分別？同時喺呢啲數字代號裏面當中潛藏住人嘅個性與五行嘅含義，對我哋嘅人生又有啲乜嘢具體嘅啟示？19世紀1號同9號呢兩個數字代號裏面嘅信息，到底以人嘅個性行為同五行潛藏住乜嘢含義？1號本身數字嘅信息，代表住唯一同獨一無二，係眾數字嘅開始，含義中潛藏住
帶領呈現住孤單同孤獨嘅形態。所以喺行為學中，潛藏於1號數字中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領導同獨立，負面代表住固執同自我。5行嘅含義代表住金元素。喺大自然中，金屬係經過時間嘅淬煉沉澱後所形成，當中呈現住堅固嘅形式，隱藏住吸引力法則嘅功能。所以喺行為學中，1號潛藏住嘅信息同5行嘅核心含義，對應喺19世紀生活嘅常態，而市場嘅趨勢正隱藏住刻苦耐勞同意志堅強嘅生活形態。而9號本身數字嘅信息喺眾數字中代表住最多同最終嘅意思，當中潛藏住完成嘅含義，呈現住商機嘅形態。所以9號數字喺行為學中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商機同成功，負面代表住貪婪同孤單。5行嘅含義代表住木元素。木元素喺大自然中呈現住成長同生命嘅形態，當中潛藏住循環不息嘅規律，隱藏住自然法則嘅功能。所以喺行為學裏邊，呢兩個數字信息結合嘅含義係1+9等於1號，屬性於金元素，對應喺19世紀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正係屬性於勞動力充沛、快速成長而循環不息嘅勞力年代。我哋睇睇喺19世紀初係戰國嘅時代，喺呢個年代凡事靠人力，而要適應喺呢個戰國年代生存，就必須擁有刻苦耐勞嘅心態同意志堅強嘅精神。當中生活嘅常態正呈現蘊含住以1號數字信息含義裏面有關嘅生活形態。當邁入19世紀中，1960幾年，喺行為學中1+9+6等於7號。6號數字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智慧同財富，負面代表住懦弱同傲慢。5行嘅含義代表住金元素。7號數字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幸運同貴人，負面代表住粗心同懶散。5行嘅含義代表住水元素，當中潛藏住滋潤同平衡嘅規律，呈現住漂浮不定嘅形態，隱藏住平衡法則嘅功能。所以喺行為學裏邊，1號、9號、6號再加上7號呢4個數字代號中嘅信息結合嘅含義，對應喺19世紀中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係屬性於快速成長、幸運連連同勞動力充沛嘅年代。因為當時戰爭結束，進入解放建設嘅年代，市場嘅趨勢正屬性於成長期，係改革開放嘅市場，產品相對缺乏嘅年代。市場嘅形勢睇似艱辛，但係到處充滿機會。喺呢個年代，物資缺乏，資訊唔發達，人嘅知識水平低，貧窮率比較高，所以工資廉價，係賣方為主嘅市場，屬於老闆嘅年代。由於喺呢個年代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5行屬性於金元素，潛藏住艱辛同刻苦耐勞嘅生活形態。而喺5行嘅規則中，火克金，所以喺呢個年代要駕馭市場嘅趨勢活得成功，只需運用5行火克金嘅規則。火元素隱藏住成長法則嘅功能，正面代表住行動同責任，負面代表住衝動同心急。所以喺呢個年代生活，
只要執行火元素中正面嘅含義，做人勤奮，帶住刻苦耐勞嘅心態，勇於承擔責任，喺處理事情嘅時候，避免衝動同心急，專注目標，努力咁付出，自然就會賺得足夠嘅財富。因為喺呢個年代屬性於賣方為主嘅年代，所以喺呢個年代擁有一啲小技能或各種專業知識，自己做老闆嘅人都可以賺得足夠嘅財富。例如做小販、開理髮店、美容店、小五金同百貨店等等。喺呢個年代，各行各業只要勤奮努力咁付出，就可以好幸運咁賺得足夠嘅財富。因為當時嘅生活常態同市場嘅趨勢，正處於靠努力同知識累積財富嘅年代，亦正呈現住1號、9號、6號同7號數字信息含義裏邊有關嘅生活形態。直到19世紀末1990幾年，喺行為學中1加9加9等於1號。1號數字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領導同獨立，負面代表住固執同自我。行嘅含義代表住金元素，當中呈現住沉澱同堅硬嘅形式，隱藏住吸引力法則嘅功能。而9號數字喺行為學中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商機同成功，負面代表住貪婪同孤單。行嘅含義代表住木元素，當中呈現住成長同循環不息嘅規律，隱藏住自然法則嘅功能。所以喺行為學裏面，1加9加9等於1號。呢4個數字代號嘅信息結合嘅含義，對應喺19世紀末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係屬性於多元化、海量產品同勞動力充沛嘅年代。當時正進入工業發達、豐衣足食嘅時代，市場嘅趨勢正進入成熟期，顧客開始要求專業嘅服務。喺呢個年代，資訊開始發達，人嘅知識亦越嚟越豐富，要求越嚟越高，所以事物多元化，比較越嚟越多，競爭越嚟越激烈，人內心嘅壓力漸漸越嚟越大。尤其係進入19同20世紀交接之際，亦正係1號同9號嘅磁場交接轉換至2號同0號磁場嘅能量之際。2號同0號呢兩個數字中潛藏住嘅信息，對應喺呢個時代生活常態同市場趨勢，對我哋又有啲乜嘢具體嘅啟示？2號本身數字嘅信息潛藏住兩面嘅規則，形成咗選擇，含義中潛藏住變化同無常嘅形態。而喺行為學中，2號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溝通同友善，負面代表住心厭同膽小。行嘅含義代表住水元素，當中呈現住滋潤同漂浮不定嘅形態，隱藏住平衡法則嘅功能。而0號本身數字嘅信息係屬於一個可有可無嘅數字，當出現喺數字前面嘅時候就屬於點數，如果喺後面就係實數，潛藏住相同於人嘅感性同理性嘅含義。所以喺行為學中，0號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代表住精神世界，分為感性同理性。行嘅含義代表住土元素，當中呈現住生化嘅功能，隱藏住愛嘅法則。所以喺行為學裏面，
2號同0號呢兩個數字代號中嘅信息結合嘅含義，對應喺20世紀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係屬性於邁入地球村嘅年代。當時社會嘅狀況亦正係由勞力嘅年代慢慢交接進入勞力嘅時代，正係互聯網電子商務嘅興起，市場嘅產品足夠並且非常豐富，係連鎖店嘅開始。好多勞力嘅工作開始由外勞同機械代替，屬於大魚食細魚嘅時代。多元化係呢個時代最大嘅特徵。市場變化，勞力同知識累積財富嘅時代結束，開始進入數據同資本主義嘅年代。市場變化多端，生活嘅節奏越嚟越快，係社交媒體市場嘅開始。所以邊個能掌握數據，擁有足夠嘅資本，能聚合消費者，邊個就掌控咗商業嘅趨勢。喺呢個年代，唔係擁有高學歷或努力咁付出，就能夠賺得你所想要嘅財富，因為喺呢個年代，比你勤奮同優秀嘅人好多。當進入20世紀初，2020幾年開始，喺行為學中2+0+2等於4號。4號數字嘅信息對應喺人嘅個性行為嘅含義，正面代表住策劃同知識，負面代表住直言同保守，五行嘅含義代表住木元素，當中呈現住成長同循環不息嘅規律，隱藏住自然法則嘅功能。所以喺行為學裏邊，2+0+2等於4號。呢4個數字代號中嘅信息結合嘅含義，對應喺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正呈現住我哋已經進入變化無常嘅精神虛幻實境嘅年代。因為喺呢個年代，資訊非常發達，網絡普遍化，每一個人都有各自獨立嘅 IP， 突破咗時空嘅限制，令人人隨時隨地都可以獲得彼此嘅聯繫，將人與人嘅距離拉近咗，形成咗地球村。喺呢個年代，科學研發一日千里，係工業革命大爆發嘅年代，人人嘅知識大量提升，開發出各種智能嘅產品，物質嘅享受非常豐富，徹底顛覆咗人類嘅生活常態，亦正在進行住一場大浪淘沙嘅過程。當中你會睇到實體嘅經濟逐漸咁萎縮，好多冇去進化只限於實體互動嘅行業都會倒閉，而網絡上嘅各種行業將會有如雨後春筍，遍地開花，進入努力競爭同資本主義嘅時代。市場嘅趨勢屬性於進化期，當中要求創新同突破，係專業同品牌盛行嘅年代。由於進入資本主義屬性於高物價嘅時代，所以貧富嘅差距非常大。有錢人有錢到令你難以估計，貧窮嘅人貧窮到令你難以想象。事物不停嘅變化，生活嘅節奏越嚟越快，人人依賴物質嘅享受，導致生活成本越嚟越高，比較越嚟越多，競爭越嚟越激烈。由於資訊過於發達，所以我哋會睇到好多炫富嘅景象，數據又通行，導致私隱好容易被揭發，產生咗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嘅危機，造成人類嘅心靈越嚟越迷惘，好多人被心靈精神嘅問題困擾。
長期生活喺呢種高壓迫嘅環境，造成情感、心理健康失衡，內心感覺空虛，而產生各種無形嘅壓力。呢股無形嘅壓力將會令人嘅內心感覺壓抑同焦慮，精神長期處於呢種負面嘅狀態，阻礙咗心靈上嘅成長。當我哋嘅心靈無法成長或受到破壞，我哋嘅身心就會感覺疲勞、煩躁同憂鬱，而好難成為一位有愛心嘅人。由於心中冇愛，導致性情急躁，好容易同身邊嘅人產生摩擦同衝突，而失去人生嘅歡樂。為咗尋找歡樂，而引發咗各種破壞性嘅行為，例如暴飲暴食、吸煙、飲酒、賭博、吸毒等等，嚟麻醉自己，糟蹋人生，而衍生出好多社會道德嘅問題。要適應喺呢個20世紀初2020幾年進入努力競爭資本主義嘅年代生活，捉住趨勢，活得成功。根據行為學中2+0+2等於4號呢4個代號數字中嘅信息，喺行為學裏面結合嘅含義，啟示自我哋19世紀靠勞力以知識累積財富嘅年代已經結束，20世紀初已經進入靠德行與智慧融合而累積財富嘅年代，係屬性於精神虛幻實境嘅年代，人人都生活喺虛幻嘅實境之中。呢個時代科技先進，資訊非常發達，事物不停嘅變化，生活嘅節奏非常快，物質享受豐富，並且充滿誘惑，形成生活喺大量電磁微波輻射嘅環境，每日都會受到大量負面嘅資訊同各種炫富廣告嘅誘惑轟炸，同時數據通行，所以私隱容易被揭發，導致產生咗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嘅危機。喺呢種高壓迫生活嘅環境，人嘅身心好容易感覺疲累。如果個人健康免疫力差，意志唔夠堅定，心靈同健康就會受到破壞，內心就會充滿焦慮、恐懼、煩躁同憂鬱，令人處於性情急躁、患得患失嘅狀態，而生活喺痛苦之中。所以接落嚟，市場嘅趨勢已經唔再靠產品賺錢，因為人嘅需求唔再係物質上嘅產品，而係無形嘅精神需求，係靠無形嘅個人誠信同各種服務嚟賺錢。例如精神嘅指導、價值觀上嘅認同、靈魂嘅寄託、心靈安撫嘅需求、學習、陪伴、釋放同娛樂等等無形嘅事物。所以未來產品知識嘅文化與身心靈同健康有關嘅行業將會係趨勢。由於喺20世紀初精神虛幻實境嘅年代，生活嘅常態同市場嘅趨勢當中呈現住滋潤同漂浮不定嘅形態。喺五行嘅含義中係屬性於水元素。如果要喺呢個生活嘅常態中駕馭市場嘅趨勢，活得成功，就需要運用五行土克水嘅規則。土元素正面代表住信心同方向，負面代表住固執同憤怒，隱藏住愛嘅法則。所以喺呢個年代生活，主要執行土元素中正面嘅含義，學識
放空自己，了解自己，不斷學習有關於人性同身心靈嘅知識，令身心靈和諧。因為一位了解自己、擁有和諧心靈嘅人，意志就會堅定，凡事都會以愛為出發點。當一個人能夠了解自己，就了解咗人生嘅責任。人生有咗責任，就會有使命，有咗使命，自然就會有目標同方向。當內心有咗使命感，就會對生活產生熱情同樂趣。而人生活有咗方向，就會向住目標不斷咁努力前進，充滿信心，踏踏實實咁做事，實實在在咁做人，唔受外在各種虛幻實境嘅干擾，享受生活中嘅從容、自在同多姿多彩嘅歡樂。下一集將會運用行為學同信念學嘅知識，同大家分享每個單號數字嘅信息，到底係依據乜嘢原理作為分析，而活得潛在於每個單號數字中，代表住人嘅正負面個性同五行嘅含義。當本命屬於某個數字嘅時候，呢個人又會呈現出點樣嘅正負面個性，同命運嘅走向又會係如何？